落足成個禮拜雨，又濕又焗，屋企開始有陣辣味。我係 Julia。香港呢種天，菌最開心，衣櫃、鞋櫃、廁所同廚房嘅角落，周圍都會生霉斑，起霉味，啲衫晾極都唔乾，仲帶住一陣乜味。其實有研究發現，丁香同肉桂入面嘅 eugenol 同肉桂醛可以抑制好似 Aspergillus、Penicillium 呢啲常見菌生長。喺一個100%濕度嘅測試入面，佢哋仲可以令木材防到霉足足12個星期。而 Thieves 守護複方正正就有丁香、檸檬、肉桂、尤加利同迷迭香5種油，所以我洗衫嗰陣會喺洗衣液度滴2滴 Thieves， 幫手除菌辟味。乾衫嗰陣喺乾衣機嘅羊毛球或者一布上面再滴2滴檸檬加2滴 Thieves， 啲衫乾反都清清爽爽，冇晒嗰陣味。當然，精油係幫你抑制同清新，唔代替抽濕，最緊要都係開抽濕機，保持通風先至治本。想要我成套潮濕天家居防霉清單，留言防霉2個字，我逐個 send 俾你。有香有樣有時尚，香氣屢見，我係 Julia。